奶奶，哎，那他最讨厌吃什么呀？啊，山药，对，山药。你记住啊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千万别放山药、苦瓜和香菜啊，装饰都不可以的。哦，山药、苦瓜、香菜。林总，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再跟对方洽谈。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没得谈，一切按照市价协议。老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作为尹太太，结婚之后都没有来过几次公司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又想干什么呀？李思辰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打电话到前台，他们说你今天特别忙，一直在开会，连饭都没有时间吃。然后呢，我就特意给你做了晚餐。我是不是合格的尹太太啊？尹太太真是温柔体贴。那我们就先不打扰尹总和太太的独处时间啦。没事没事，我送完我就走，不打扰你们工作。思辰，你最近不是很忙吗？我就做了清火降燥的山药苦瓜炖香菜。尹太太真是细心啊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思辰，我喂你吃啊。啊，他可能觉得我做的不好吃，没关系，我扔掉就好。不会，只要是你做的，都合我的胃口。是吗？啊。总裁和夫人那么幸福啊。思辰，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合格的尹太太啊？那既然饭都送到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，拜拜。你们先出去吧。要不要漱漱口？不用扔吗？第二次加工了一下，这次不是整你哦。说真的，山药超级好吃的，软软糯糯自带甜味儿。除了红薯之外，没有比它更完美的蔬菜。你尝一下，我保管你就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你以前不是最讨厌山药黏不拉几的口感吗？这改良之后，就只有一种糯糯的感觉，还不错。哎，你可以试试。我是让你试着做做，是给你做的吗？瞎吃。